決賽喺1974年7月7日於慕尼黑奧林匹克球場舉行，由西德對荷蘭。比賽未開波之前，荷蘭被視為技術同戰術上更具魅力嘅一方。開賽之後，荷蘭球員連續傳球，西德球員甚至未觸球，高魯夫已經突破被侵犯，球證判罰12碼，尼斯堅斯射入，荷蘭開賽唔夠2分鐘領先1-0。呢個開局呢，彷彿宣告全能足球將會登上王座。但西德呢冇崩潰，碧根包華穩定防線，福士緊盯告魯夫、不列拿同何森拜恩不斷衝擊荷蘭防守。荷蘭領先之後呢，逐漸放慢節奏，似乎呢想用控球羞辱對手，但亦都令西德呢有機會重新站穩。25分鐘，何森拜恩突入禁區被侵犯，西德同樣獲得12碼，不列拿冷靜射入，追成1-1。之後西德越踢越有信心，荷蘭反而因告魯夫被限制而失去流暢度。43分鐘，邦荷夫右路傳中，梅拿喺禁區內轉身射門，皮球低飛入網，西德反超2-1。下半場荷蘭全力反撲，但西德防守組織嚴密，美亞亦穩健把關。告魯夫雖然仍有威脅，但再難完全擺脱福士同西德中場壓迫。荷蘭亦因情緒急躁而影響發揮。中場哨響，西德以2-1擊敗荷蘭，第2次成為世界冠軍。碧根包華作為隊長，高舉全新世界盃獎杯，成為足球史上最具代表性嘅畫面之一。呢一場決賽被後世視為效率擊敗美學，或者現實主義擊敗理想主義。荷蘭帶嚟全能足球革命，踢出最令人難忘嘅足球。但冠軍屬於更冷靜、更成熟、更懂得承受壓力嘅西德。西德未必係今屆最浪漫嘅球隊，但佢哋有碧根包華嘅領袖氣質、黑燕子美亞嘅穩定、梅拿嘅殺手本能、不列拿嘅冷靜，以及整體紀律。尤其梅拿喺決賽入球，係佢世界盃決賽周第14個入球，創下當時新紀錄，超越法國傳奇方廷。佢嘅效率成為西德足球精神嘅最佳寫照。1974年世界盃同時係碧根包華同告魯夫兩位巨星最直接嘅對決，兩人同樣代表現代足球智慧，一個係自由人、防線指揮官、冷靜領袖，一個係進攻核心、空間創造者、全能足球靈魂。最終碧根包華贏得獎杯，告魯夫贏得世人想像。荷蘭雖然未能夠奪冠，但1974年嘅橙衣軍團仍然被視為史上最偉大嘅無冕之王之一。總括而言，1974年世界盃係一屆充滿矛盾嘅賽事，佢有新獎杯、新賽制、新安全時代，有雨水、泥地、保安、政治分裂，亦都有全能足球嘅華麗衝擊。東德擊敗西德，波蘭橫空出世，扎伊爾首次登場，荷蘭改變足球思想，西德最終以紀律同埋韌性登頂。呢屆世界盃未必如1970年咁浪漫華麗，但佢標誌住現代足球正式進入戰術、組織、體能同心理全面競爭嘅年代。西德成為新世界盃獎杯第一個主人，而荷蘭雖敗，卻將全能足球永遠留喺足球史入邊。